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6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2篇，约伯记第6章第14到30节，加拉太书第3章15到2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法律的目的。法律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要让人遵守的。我们应该要先问，为什么会有法律？那是因为人们不明白什么是对错，什么是错，因此需要增加设定法律的规定，让人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知道是非对错的界限在哪里。法律制定的其实只是一种引导，就是要让人们明白是非对错。就信仰角度来看，法律是使人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能够精确地跟随上帝脚步以及方向。可惜的是，有些人将法律用来作为这种对人的钳制，套用在别人的身上，是为了要来要求别人。基督徒应该是要如何来分我们的分享呢？要追求明白上帝的旨意，要迫切的羡慕上帝的恩典与旨意。诗篇42篇说：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像鹿羡慕溪水。我的心焦虑羡慕上帝。永活的上帝，我什么时候会到上帝的面前去朝见？那为什么说法律就是一个使人走向上帝的一个道路呢？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若是认识我，就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因为你们已经有看见他。耶稣是道，是上帝，是创造者，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只有能够顺服他，跟随他。这是道，我们说法律的目的，为了要使人明白自己的错，能够得到指教。约伯书这样说：好吧，求你指教我，我会安静聆听，使我了解自己的错误。公正的言语使人信服，可是你们的议论简直荒谬。法律是使人了解自己的错误的一种方式，正是引导人们走向上帝真理道路的一个工具。时常会听人家说：哎呦，这个法律是参考用的。这样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政府跟执法者这个国家，他们在执法上面呢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听起来好像人民习惯不遵守法律，他们遵守法律的意愿也不高，犯规罪被抓的几率也不高。否则的话，那一句话应该会改成：最好大家都要小心谨守规范。因为法律就是要让人们遵守的，让人们知道是非对错这样的一个标准。
约伯这样子说，不管我是不是我已经离弃全能的上帝，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我需要忠心的朋友。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在面对苦难当中的人的朋友，或是变成他的损友、不称职的朋友呢？约伯要对他的朋友说，但朋友们啊，你们像溪水一样靠不住，酒和不语就干枯，溪流因结冰而浑浊，被冰雪塞住了。到炎热的时候，冰雪消失，河床赤裸干枯。商队因为寻找水源而失散，他们在荒野迷失和死亡。我们看到了约伯的生命遇到了很大的困境，他需要朋友，不但是来陪伴他的，更需要他们能够有好好的陪伴以及引导。可是他们自己做不到，连自己也都跟着迷失了。过去2年多来，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就有很多不太正确的讯息扰乱人民的心。有人批评政府单位刻意的草菅人命，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吗？除非是集权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大内宣，否则没有人会这样做。许多人听信这种假讯息，就不愿意戴口罩，不愿意接受疫苗。有些人还甚至认为说，疫苗会造成的基因永久性的这种改变呢？有些人这样认为，其实是不然的。不然世界上，他们不认为世界上有这种武汉肺炎这种事情。我的大儿子上个月从美国休假回来，虽然他需要被隔离10天，加上7天这样的自主管理，但从医学工作的他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极少的国家能够跟得上台湾的防疫工作，就无法来比。目前我们知道，美国染疫死亡的人数仍然高居世界上的第一。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台湾人的这个防疫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个使人的死亡人数一直攀升，主要的原因是疫苗制造国美国，他们面对这个疫苗接种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有些人就认为不需要戴口罩因为他们说那个是他们的自由。要做疫调匡列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美国人太过重视于个人的权利以及隐私，对他们来讲，这个防疫的法律只能参考用了。我们都知道，有些人的身体不适合注射疫苗，当然我们不能勉强他们，让他们去面对更高的风险。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事实上接受疫苗注射后的免疫能力是可以加强的，可以避免重症还有死亡。在台湾，因为我们有中央防疫的防治法，可以帮助政府来执行这个防疫的政策，使人们知道如何的跟随去遵守，如何的配合。
这个防疫因为这样子呢，也能够使得台湾的疫情受到较好的这个管控。法律和得救相违背吗？当然不是。透过法律的规范，其实目的是为了要让人得到更美好的生命。圣经问说，法律跟上帝的应许有相抵触吗？当然没有，因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更明白上帝应许，使我们能够得救。保罗在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书信里面他提醒到这样说，法律跟上帝的应许相抵触吗？绝对不是。如果法律的颁布能够给人带来生命，人就可以靠着法律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然而圣经说，全世界都处在罪的权势之下，为要以信耶稣基督作为接受上帝应许的根据。这应许是赐给所有信的人的。基督徒不要排斥律法规范，更要愿意主动的遵守，更不可以将律法变成钳制别人的工具跟手段，使人因为要死守律法而失去的救恩，就与上帝的应许没有关系了。诗篇42篇，上帝啊，我渴慕你，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永生的上帝啊，我渴慕你，我几时可以到你面前朝拜呢？我日夜哀哭，以眼泪为饮食。仇敌不断地问我，你的上帝在哪里？我怀念往日时光，无限悲伤涌上心头。当时我跟群众同住上帝的殿宇，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一路欢呼颂赞上帝。我为什么这样悲伤？为什么这样沮丧？我要仰望上帝，还要再颂赞他。他是拯救我的上帝。在流亡中，我心悲痛，因此我想念上帝。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骚乱如洪水向我怒吼，像黑门山米萨岭的瀑布滚滚冲到约旦河。白天愿上主显示永恒的爱，夜间我要颂赞祈祷赐我生命的上帝。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说，你为什么忘了我？我为什么得遭受仇敌的迫害？为什么不断受苦？他们的凌辱把我压碎了。他们不断地问我，你的上帝在哪里？我为什么这样悲伤？我为什么这样沮丧？我要仰望上帝，还要再颂赞他。他是拯救我的上帝。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遵守法律，让我们愿意谦卑顺服，透过谨守律法来明白上帝救恩的应许。天父啊，很多时候我们如同约伯一样，遇到困难就逃跑，拒绝圣灵的引导。求主让我们谦卑顺服，成为这样的基督徒。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